有家室，十大公子心得中，得中王榜第一名。他人情无为暖情，欲在此去此披荆升家门。才生家自了独居，身家自了半月真，那必是他娘气动心。因为衙面送上门下的是生意人，他气哭来喊一声，气空流血命归阴。一时生无为人民，拉拉叉叉到官厅。大官是这样设法。对当官司生得好，二当官司人冤难伸。红铜元帅会一起两，也要分赃800年。上当下当48，这无情的板子不难用人。你可曾造成？不本当不造成，大老爷呀，即便当断了无数根啊！大臣，大啊，该大是臣久病为我不发。一言不问。啊，苏三，你在监中治疗多久呀？其中治疗1年里，可有臣前来传话？谁来探望无与神恩？那王八宝儿你，王八宝儿负忠义，你那知心的王公子你，他与我庐山夫妻有情。也就是与王公子，你可曾得？一日实与王公子，亲杀给你一生的情。只怕王公子他头戴乌纱，身穿大红，他不能认你哟。杀人见得公子面，我总是拒绝一关心。哎呀，苏三堂上叙旧情，好事乱军传我心。他句句都是真心话，我岂肯贴在心上受情？是当下为来相守。王法调调不用梦情。苏三，你的案情本源已知，待等3落实出，事为明白，你暂且退下。是。这当官司费用易，若当臣则在放宽心。
失去此心啊，看他知情不知情。哎呀，大人，若当成好比花中人，让那王公子低坐来。王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，想当初花开多满人，蜜蜂与花不离分。到如今花下已散落，蜜蜂已去，虽无音信。苏三，你还不快快出院而去？